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您好，我是乐乐，甲恁讲一个秘密哦。今仔日我无说你甲衫穿颠倒表，家在阿母提醒我出门之前爱照镜，才袂互人去爱笑。不过，为什么镜遮神奇，会当照出咱的模样咧？今仔日赤毛堂老师甲阿姊要带咱做伙熟悉镜神奇的所在，用镜来做占梦镜。小朋友，咱做伙来动手算苦哈！爱准备的材料有：占梦镜纸模、A4 薄纸板2张、镜、夹刀、双面黏夹、笑。小朋友，这集的实验会用到夹刀，大家使用的时阵爱细腻哦。准备好，咱就开始啊！把这个活动的刀卡用 A4 薄纸板印出来，刀卡分做内档甲外档2张。先用夹刀沿外围的凹线夹落来，夹落来以后，用笑对虚线对好齐，用夹刀刀茎轻轻啊划过，咱的纸会较好拗。乐乐，你来试看卖？豆豆啊来。哦，完成啊！小朋友画的时阵嘛爱细腻哦。刷到第凹点的区域打双面黏夹，把刀卡黏做纸圆筒。另外一张纸嘛是同款的做法哦。特别完成啊！已经会使看到尖尖的这边，就是占梦镜的关键口咯。接落来，甲内档甲外档组起来，甲内档下底正四角形开喙，放入去外档的开喙中。咧放的时，嘛要注意一个占梦镜的口爱向无共面哦。占梦镜还有一个功能，乐乐，你看。占梦镜还会当伸长缩短呢，足厉害！最后，加2面目镜人后壁打双面黏夹，自占梦镜口放入去，并且黏打，就大功告成咯。占梦镜安怎耍咧？动物障碍物挡伫你面头前的时，就会当摕出占梦镜。春灯占梦镜下过关墙，透过关景口看到头前的景。哇！原来对面是一只大恐龙。小朋友嘛会使闭伫耳朵仔口，偷偷啊，甲占梦镜伸出来，看好朋友拢咧做啥物代志哦。阿姊，不过是安怎用占梦镜？对面的恐龙嘛会使看到我的面咧？迄是因为占梦镜的原理是利用镜的反射。乐乐出门之前，嘛用镜看家己衫敢有穿有整齐，对无？阁会使看我的头毛敢有乱去。镜会使看到无同的景色，就是镜反射的现象哦。咱利用镭射笔甲镜来看镜，安怎甲镭射笔的光线转向哦？利用烟雾，光线的路径就出现咯。哇，镭射光真正转弯啊呢！咱阁甲2面镜摆出像占梦镜同款的位，来看镭射光的路径。嘿嘿啊！这个形敢若英文字 Z 呢？无唔对，因为镜甲光反射出去，咱才会当看到关墙外的大恐龙哦。镜的反射有真侪算法呢，你会当利用2面镜摆一个角位，伫角位内放布红啊，
改变行的到位，对诶。哇，变出搁较济啊！卖使伫纸面顶画一条线，甲镜摆起嚟，调整角位，看镜内出现的图样。正四角形、五边形、六边形，哇，这是有侪边啊啦，我算袂出来啊！若准甲线换一个角度，佫会当出现星的图样。乐乐，你来试看卖。干嘛呢？敢若要出现啦！哦，星出现啦，足趣味的。镜伫生活中真少常看到，处理西装打扮用的镜，汽车的麦克尼亚，佮有路口的反射镜。小朋友，你嘛会使找一个，伫你的生活四周围，倒一寡所在有镜咧？你会安怎运用镜，互生活搁较利便呢？哇，原来使用潜望镜会当看到关墙后壁的人，是因为镜的反射。而且镜阁会使耍真侪趣味的反射游戏。小朋友，恁伫厝里使用镜的时阵，会当试看卖无同的角度哦。若准发现镜其他趣味的算法，拢会使写批到乐乐批箱甲我分享哦。咱后回再会，拜拜！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